大家好，我係張仁良，聖方濟各大學新嘅一任校長，非常榮幸加入成為科大嘅一份子。科大喺本港高等教育具有獨特嘅定位，我哋作為應用科學大學，一直以嚟致力培養具有應用知識同埋專業技能嘅人才，並重視對學生嘅品格教育。學生係我哋所有工作嘅核心。科大重視全人發展，唔單止教導學生嘅知識同埋技能，亦重視培養佢哋有仁愛、關懷、誠信同埋堅毅等正向嘅價值觀。世界日新月異，人工智能係越嚟越普及。未來我會推動 AI Plus 喺教學同埋研究上嘅應用，掌握新科技嘅同時，人工智能素養方面亦都係同樣重要。我亦會着力加強科大同埋業界嘅聯繫，包括邀請佢哋喺課程設計上有更深入嘅參與，以及為科大學生提供更多實習同埋工作嘅機會。另外，我哋亦都會加強同內地，特別係大灣區以及海外大學嘅合作，例如開展交流生計劃、共同開辦課程等等，為學生創造更國際化、更多元化嘅學習機會同埋環境。我深信科大學生會秉承校訓、自強不息嘅精神，喺各個專業領域以及為社會作出更大嘅貢獻。我期待同大家一齊緊密合作，共同帶領科大再創高峰。